所以此时此刻，我们要一起用心灵诚实来赞美他。诸天述说神的荣耀。 那
宣告，这是耶和华所定得救的日子。阿们。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，胜利和美当欢呼喜乐。耶和华已战胜仇敌，战胜仇敌，全地高声欢呼。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，胜利和美当欢呼喜乐。耶和华已战胜仇敌，战胜仇敌，全地高声欢呼。耶和华是我力量，我心中一切依靠他。耶和华是我的诗人，又是我的拯救。圣子明星靠着你，报消息宣告你的名，高举歌上的祭旗，我们称谢你，你是我神。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。更多的宣告，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，胜利和美当欢呼喜乐。耶和华已战胜仇敌，战胜仇敌，全地大声欢呼。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，胜利和美当欢呼喜乐。耶和华已战胜仇敌，战胜仇敌，全地大声欢呼。耶和华是我力量，我心中一切依靠他。耶和华是我的诗人，又是我的拯救。圣子明星靠着你，报好消息宣告你的名，高举歌声的祭旗，我们称谢你，你是我神。耶和华是我力量，我心中一切依靠他。耶和华是我的诗人，又是我的拯救。圣子明星靠着你，报好消息宣告你的名，高举歌上的祭旗，我们称谢你，你是我神。耶和华是我的力量。耶和华是我力量，我心中一切依靠他。耶和华是我的诗人，又是我的拯救。圣子明星高声地报好消息宣告你的名，高举歌声的祭旗，我们称谢你，你是我神。耶和华必时常引你，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，骨头强壮。你必像浇灌的园子，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。耶稣站着高声说：“人若渴了，可以从我这里来喝。信我的人，就如经上所说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”圣灵的江河。在你宝座前有一条生命水流，我们今天来谦卑等候领受，在你口袋中有满足的喜乐，生命清安自由运行着你。更多的敬拜。